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幾台下晡新聞，我是曹欣。27秒來看今仔日的新聞重點。海景保護海客入侵會員個主導社，公司所干那提飲料優惠券做補償，因消基會批評。挪威南部城市德拉門回收處大風地勢火勢拖愈緊，幾點鐘內至少要100棟警消疏開居民。三經理行社調整房間的規則，宣布對9月開始，若是一個人帶團旅遊，免甲領隊大做伙，會使家己困一間。中聯的油驗出講，一個一級的地干部日本偏比鈔票這陣風波是引發中央甲地方對立。台北市長蔣萬安就在野傳言，講7月25要去開刀抗議，也針對這件代誌，行政院長德英泰是回應講啊，敢若中聯甲北京油品公司佇咧隱瞞事實，中央甲地方需要來合作。不過蔣萬安是無要接受，強調台北市府佇咧第一時間就展開全面稽查，是中央佇咧倒暗崁。中聯問題油風波滾價，地方嗆中央。台北市長蔣萬安號召在野下禮拜6、25上開刀遊行，要求總統賴清德會失禮。行政院長德英泰落台負責，德英泰則被親身說明，講到進前會失禮是針對行政機關無法度馬上發現中聯故意暗崁，無完整通報性配合，也質疑地方政府無用心查驗。4月1號的產品在宜蘭縣被發現，難道其他縣市沒有嗎？但迄今未見其他縣市真的用心在查，所以我也要求各縣市務必要再重新的盤整。德英泰表示，衛福部20日提出5項強化食安措施的報告，強化三級品管的制度，甲食安法修法。另外，地方中央對立人員伊強調，敢若中油甲其他油品公司看牌，各級政府無看牌，中央地方需要合作，無時間緊辦的競爭，攏愛負起責任責任。毋過蔣萬安反駁回擊，強調市府第一時間接到就展開全面查驗，批評中央所作所為都是看牌。人民不是無知，而是被中央政府蓋牌。我們到底吃下了多少毒油？人民到現在沒辦法得到中央政府一個清楚的說明。到現在民眾的要求非常的卑微，就是要一個真相。他是食安會議的召集人啊，如果他的職責是食安會議的召集人，結果15次有11次的缺席，這明明是最重要的事情。人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答案，想要知道他為什麼對食安如此的不重視。蔣萬安華夏民眾上街路對中央政府涵蓋食安處理表達不滿，對邱新平勇表示尊重人民權利，不過批評蔣萬安身為市長，真濟擺食安會議攏無來。我希望民進黨政府真的該負責任的趕快下台。該追查這些毒油的流向。黃國昌批評民進黨面對問題油，反映出執政部門權力傲慢，要求趕緊追查毒油流向，後受毒油污染的食品趕緊回收。記者綜合報道。PC Home 旗下由拍虎國際營運的第3方支付服務派錢包進前17號海客組織入侵。這陣拍虎國際是公布調查，結果確認講盜竊的資料是內部的員工日常作業的檔案，其中包含2019年甲2022年專案會員的個人資料，這名字甲車牌攏流出去。也針對受影響的用戶，拍虎國際講啊，會提供這個優惠券補償人啉飲料，好，這就去好。消基會批評是上低標準，呼籲主管機關愛處罰約束業者，加強保護消費者的資料。拍虎國際佇官方公布資安安全事故調查結果，表示會同專業第3方資安監測機構完成全面盤查了後，確認這一擺外泄資料是內部員工日常作業檔案，大部分無牽涉個人隱私。不過2019甲2022年，因為專案上線會員資料，包含名字、手機號碼、車牌號碼，會針對受影響客戶提出全數補償。方案是要指定超商飲品電子優惠票券，優惠超過500塊。提出的這樣子的補償條件是最低標準啊，那消費者如果不接受的話，當然可以要求更高的賠償啊。主管機關啊，應該要給予適度的懲罰，而且這個金額要讓業者會感到痛，讓業者投入更多的這個資源啊，在個資保護上面。
排湖國際強調服務系統安全無問題，對無妥善保護個資遺失的已經完成系統修補甲安全強化。專家分析，第三方支付若有資料外泄，反而是消費行蹤攏被掌握，都驚加做不法集團的詐騙對象。犯罪集團有可能會透過假裝是這個平台業者，就剛才提到這個油水電相關的業者，去跟民眾說，你可能要做重新的驗證啊，或重新的一些這個處理，或者你之前賬戶有一些問題，請民眾做一些這個相關的一些這種金融的一些操作，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要去小心的。專家也提醒業者，過去駭客的手法在卡油無成功，會閣進入系統攻擊，所以最近也是特別注意加強資安防護。將非這個案司法部數位產業署7月初已經行政檢查，後續依照個資法調查當中，排除個資若違反個資法會處罰。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花蓮萬里溪崩山湖，講觀測到有咧滲水，也到底當時會填出來。林保署是評估講啊，這延後到這個7月20分點，也因為發布紅色警戒，保全湖是繼續踮佇咧收容中心，踮佇內底壓力是真大。指揮官就同意講，居民只要聯絡到人，會使出去活動。透早崩山湖有點仔落，林保署透早5點半出動空中攝影機，全庫容早就已經滿，水位達到1086.4公尺。不過因為懸的所在，互新崩塌的物件貼懸，還未溢流。尾巴梯頭前已經發現洩流量變大，算出來溢流的時間可能會延長。如果它真的要到我們的壩頂高層可能要預估要延後4個小時左右可能預估的時間還是有往後延，大概到7月20的凌晨。新崩塌的結構不穩定，經過檢判，溢流可能延後，不過也可能講崩塌就崩塌，可能透過監控來掌握。相關鐵公路交通及機會管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溢流了後1萬戶反應的時間，就要西部大橋維持風球，其他愛考慮民眾的需求。溢流的時間點之前，我們有很多緩衝的時間，所以說以便民為最高原則。要降低風險，閣袂要予生活受影響，這是200多戶紅色警戒保全戶的心情。只是有人要去街路買物件，若確保保持聯絡，鄉鎮公所目前原則是放行。另外，當伊警戒出來要飼精神，萬寧鄉長也替鄉親來清明。很多民眾在反映了。他們的狗、鴨、貓啦什麼的在山上了，上去好養養，12點鐘之前回來，我在這邊報備一下，謝謝。注意安全就好了，知道嗎？注意安全就好了。好。早起要人去收容中心發點心，閣發單解釋為什麼崩山湖溢流閣延後。它什麼時候是整個很大的水要流下來，我們都不曉得。你們還是住在這邊比較安全。互保全湖生活空間，不過指揮官貴連成要求林保署佇監控頂懸增加密度做較極限。代替也宣布，評估溢流時間延後，東部幹線暗時6點進前，全線列車攏正常駛。記者綜合報道。台中北屯換溪西路3段，今仔透早6點多，一台車唔知啥物原因弄到一台騎共向的奧多拜，也騎奧多拜的是隨唔知影人，也一台車並去2個人掉佇咧內底，消防隊甲因救出來，也包括騎奧多拜在內是攏總3個人送病院。白色轎車4點上天倒佇路中，另外一台機車後半邊已經看不出原本的模樣，車殼定件搭到規土卡。18透早6點外，台中市旱溪西路3段發生嚴重車禍，警消先將卡佇車底已經失去生命現象的車長技術來救出來送醫。壓在車下的他們看起來情況比較嚴重，所以我們用頂舉器材將車子頂高之後，製造出足夠的空間，讓患者可以由救護人員來脫困。並且駕駛姓羅的查甫人甲身騎姓黃的查甫人也受困車內，消防隊馬上協助脫困，佮送去急救。黑暗這時，迄台奧多拜已經頭前車已經變過了，我看車已經變過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後座，那我已經不知道要幹嘛了。我們車頭是從那邊過來嗎？砰一聲之後我才醒來。警方初步調查，姓羅查甫人迄時陣賽車載3個朋友經過旱溪西路3段，不明原因攏着共方向，姓張查甫人騎機車，過攏2台路邊停車了後就並車，姓張的技術是卡在路邊停車的車底。由男駕駛自小客車，搭載乘客3人，沿旱溪西路3段行駛。
不慎碰撞同向騎乘普通機之渣男及路旁停放車輛，造成多人受傷，其中羅男及乘客黃男、騎士渣男均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警方表示，駛路10人無食酒，食多了後賽車狀況。現場的技師因為傷勢嚴重，已經報車檢察官核准了後，抽回檢測酒精濃度，車禍原因還佫調查清楚。記者綜合報道。新歷禮拜中正東路六橋站有一台載建着廢棄物的貨車駛佇咧六橋要來落架。那像講，這個檔仔歹去是佇昌加路口，但紅燈的歐多拜弄一個落去，綁到邊仔一個點頭才停落來。到在點頭是干那財物損失，騎歐多拜的就輕傷。大家搁咧等紅燈，一台貨車技術檔仔害去，就安尼直接甲奧多擺弄落去，後來閣弄對邊仔的店面。代志發生佇新北縣竹北市中正東路的路橋，互弄的店家講，即馬想起來，感覺會感覺驚驚。我聽到撞擊聲很大聲，我就坐起來看，然後我一坐起來看，沒多久，他就直接衝撞我們店門口，然後是撞到這根柱子之後才停駛下來。在沒有剎車的情況之下，超撞到民宅。還有店家，還有那個摩托車騎士的部分，目前所幸那個傷亡的部分都是輕微。警察通報到現場協助民眾送醫，初步判斷疑似因為貨車機械故障，才致使意外發生。不歷個事故原因以及相關責任，該單進一步釐清。疑似因剎車不及，不慎撞上正在路旁等紅燈的機車，隨後整輛車失控撞進路旁店家，所幸機車騎士僅輕微擦挫傷。唯造成店家財物受損，相關肇事責任尚待釐清。警方呼籲賽車佇落架路段時一定愛慢，不管是攏愛注意頭前的狀況，而且保持安全距離，確保自身以及用路人安全。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來看高雄輕鐵愛河支線站，昨暗晡有民眾食酒駛入去，弄到石墩，車磚掉佇咧鐵軌路。輕鐵這邊是降級運轉，部分車站正向載人，來確保營運有正常。也一個食酒閣賽車，警方是甲伊移送法辦。車禍破壞一路要倒發大順一路，暗高大轉發到袂叮當，因為駕駛將車駛入軌道區。事故發生在17暗時9點半，車卡佇高雄輕鐵愛河支線站的順賢月台軌道區，警方趕緊聯絡拖吊業者來協助。跑到那個輕軌上面去了，是整輛車。事發當時，高雄輕軌採取降級運轉的措施，全線營運未中斷。後續受困車輛在22點49分排除，全線於22點52分恢復正常營運。輕鐵擴站了後，新客路車部分車站用極限月台來載客，確保營運未斷去。肇事的細號10人經過警方偵測，發現超標，涉犯刑法過失妨害酒車行駛安全罪加公共危險罪，移送檢方偵辦。王男駕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最高可處新台幣12萬元罰鍰；違反大眾運輸法第50條第3款規定，最高可處新台幣7500元罰鍰。靠邊的，就是他有一點蛇行的狀況，對對，就是會教小朋友在上學路上一定要去分辨。現場昨晡還可看到一寡事故的痕跡，好在無人員傷亡。因為破壞甲大順路口本來車途多，加上有輕鐵的站點，警方甲高鐵公司提醒向路人唔通食酒賽車，轉來時陣也會檢查各注意燈號，也有路口進入的方向，確保安全。記者綜合報道。亞農為南部的城市德拉門火燒厝透大風，是地屬火勢團如今幾點鐘來，這個厝就燒尾100棟，警消人員是趕緊來疏開數百居民。一隻閣一隻的消防直升機飛去大火煙霧頂面，灌醉了後，就翻頭飛轉去。歐洲國家挪威的南部城市德拉門，在當地17發生嚴重主題火警，受到強風助長。火災拖真緊，無到幾點鐘，一個規排主題區大約100棟民家厝，全部大火燒了了。Nej, vi skulle bara gå och bada och sånt och så skulle vi köpa engångsgrill och så märkte vi att det begynte å brenne. Så vi hvordan flammene tok det ene rekka etter den andre, og nå det så jeg huset til dattera da ble brent ned nå, og det fyrer fortsatt da.
當地出動超過60名消防員趕去現場搶救，也派遣消防直升機為空中灌水救火。因為火勢繼續炭燒，已經影響到附近森林，警方也緊急撤離數百名居民。那導火原因也愛進一步調查。鏡頭專家加拿大因為燒影引起各地數百件野火，地人數上濟安大略省有191個野火，為了救火，安大略省就宣布會開大錢，增加直升機甲水上無人機來應對野火。We're also strengthening our fleet of firefighting aircraft by investing $650 million, which is the largest purchase in Ontario and Canadian history, to purchase 5 new helicopters and 6 new water bombers. 野火產生的烏煙，大地美國中西部甲東北部的大片地區，和美國各地方政府有要民眾避免掛出。美國總統川普也佇社群媒體發文批評加拿大造成美國的空污成本，需要加入對加拿大扣的關稅中。另外，西班牙也同款發生幾個所在野火，火勢已經燒2日。根據受災的地方政府統計，目前累計已經燒掉12000公頃的林地。火勢也有繼續炭燒的情況，消防人員會盡全力防止炭燒。公視新聞單是董朋友。介意一個人帶團旅遊的民眾注意啊！有3間旅行社宣布講要來調整房間的這個規則，對9月開始，一個人帶團旅遊唔免甲領隊大做伙，會使家己分一間。不過就是講哦，愛貼一寡錢來補價卡。愛一個人帶團旅遊的民眾愛注意啊！為9月起，幾啊間旅行社宣布單人帶團旅行，袂閣甲領隊配房。若想要單人房，旅行社可能會收單人房的價差。就貴一點，可是可以理解了，所以還好，沒有到不能接受。不然就專業找一個 partner，不會多花錢去在這個事。對，一路上需要付很多的費用，但是你身上帶了這麼多錢，當你跟一個陌生人同住這麼多天的話，心裡面是很大的壓力。宣布實施領隊無配房的旅行社，包括酷拉旅遊9月起，針對東南亞、日本甲韓國等聯門路線團體行程，調整單人配房規則。詳細底長線團體領隊無閣甲旅客配房，那因為無法度配房，造成愛單人一住，就以產品規定收單人房差。東南旅遊宣布，專線領隊未甲旅客配房，公布搭至歐美等頂線。我們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就是，我們可能會失去部分一個人參團，可是他又不願，他又沒有辦法負擔單人房價差這樣的旅客。旅遊業者表示，9月起實施單人配房制度了後，有希望會減少單人帶團旅客因為配房產生糾紛甲無爽快。帶團領隊也會當有好的休困空間。領隊協會對無配房真濟樂觀其成。因為你配房睡的人他的個性什麼都不知道，可能怕影響到他隔天帶團的情緒啊。我們要樂觀其成，資訊揭露上面要溝通清楚。我相信那個旅客是可以接受的，不然你要是不能接受，你就可以去找其他的同伴一起去旅行。偏頗協會回應，旅行社實施領隊無配房新制，旅客感謝因為單人房產生房價差，一定愛事先甲旅客清楚說明，才會當避免消費糾紛。記者綜合報道。2020了，名古屋亞運棒球公布代表隊的名單，一個中華職棒4隊派5個人，不過富邦甲台鋼這2隊說是無出人去拍比賽，也濟引起議論。亞運的國際棒球無方得做頂級比賽，也毋過佇進行棒球運動總計劃的分級內，甲經典賽奧運攏屬於一級比賽，目標就是組成最強國家隊。為此，2026名古屋亞運24人名單，職業棒球員13人，佇海外持續起高林瑞陽、孫奕蕊、王顏婷、莊田將武、林玉明、潘文輝、陳宗哲8人，中職陳信輝、劉基鴻5人。基本上應該以差不多以1/2搭配為原則嘛，但有時會多職棒會多一點，有時職棒少一點，但是一定要職業球員，不然的話我們沒辦法跟日本、韓國競爭，甚至也要考慮到中國實力再上來。棒球解說為了對抗日韓，職業球員以2分之2為原則。目前繼續起因為咧做手術，當咧走找替補人選。另外，中職富邦悍將甲台鋼雄鷹因為領球員受到批評，地陪風甲詹子佑承受未遂壓力，佇網絡上方攻擊。兩隊領隊17領隊會議了後出面發聲，捍衛球員的立場。維持以來他們一貫就是他們有代表國家為國家爭取榮譽的一個想法，那希望球迷能夠理性。包含裴鋒從2023亞運，然後
24的12強嘛，然後去年 WBC 的集訓也是配合國家政策。兩球團表示受到棒協定詢，有提出精算溝通，只要國家隊最後決定停掉球員，球團無拒絕空間。離亞運也有60多日，棒協表示，萬一有球員因為傷病愛外人，就為大名單去遞補。記者綜合報道。受到全球暖化影響，日本這幾冬是愈來愈熱。也今年7月，日本的各地這個高溫就升到35度以上，後禮拜講名古屋可能會熱到40度。也根據統計，這5冬來著山死亡的這建築業是佔上多。即馬日本的建築業者就開始佇咧工地安冷氣、傳涼水予工人啉，就是希望講改善這個工作環境，降低著山的風險。光光放行大，在工地八起八落，建築業是真辛苦，加上氣候異常極端高溫，和工作環境愈來愈害。根據統計，日本去年在職場因為流沙造成1681人死亡，創上懸紀錄。其中最近5年，上濟死亡人數就是建築業。熱中症の一番の原因に関しましては、水分と塩分の不足によって起こっ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大きいと思います。今日透明布簾甲外面氣溫相差差不多10度，就親像到綠洲，予工人用暫時解喙焦休困，若是熱忝隨時攏能用。暑い時はここ来てアイスクリーム食べて水食べて体涼しになります。在工地入口度真大看板顯示用溫度、濕度等算出來綜合溫度這指數 WBGT， 那相當28度的時陣，就代表掉山風險明顯增加，作為工作管理的指標。另外，休困的所在有造冰機、飲水機、發熱機，計數也敢若市價1/3。工人穿的空調衫，攏是為了防止掉山。異常気象と言いながらも異常ではなくてこれが当たり前スタンダードになってきてますんで、作業員の方はですね過酷な環境の中で作業していただいてますので、その中で我々としてはやれるべきをやってるかな。同款在建築業的，也有為咗日本少子化趨勢之下，一直增加的外籍移工，在工地用無共款的話，提升現場危險性，各項並步便設管理人員出入，提高職場安全。即馬全球氣候甲社會結構出現改變，日本建築業工作形態也加速改革。公司國際記者日本報道。來關心下半部的氣溫。北部地區31度至36度，中部地區31度至35度，南部地區30度至34度，南部地區30度至34度。高島地區29度至32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收看今日的下晡新聞，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